继续来关心卫福部的霸凌案，今仔下晡呢是由这政务处长卢建德说明初步调查结果。这届调查有6个人，目前是甲这社保司姓刘的司长，也有保护司姓林的视察，拢调离开职务。其中这姓林的视察，因为牵涉到语言攻击、霸凌情节重大，而且具体，目前等待调查。那这相关的听取结果，按算2礼拜内会出来。这个月2日，卫福部针对霸凌案成立专案调查小组，而到卫福部出面来说明初步调查的结果，调查对象当中6个人，其中保护司姓林的感染视察涉及霸凌的情形是真严重。灵性视察它比较上就是说有一些言语上可能会涉及人身攻击，而且这个不光只是一位，这个事证相当清楚而明显，这个部分我们就会采取这一个立即调离现职。卫福部讲，卫福部的主任秘书兼社保司的姓刘的司长，过去做健保署台北业务组的主管的时阵，洪投诉，正正因为门管调查和访谈无共，洪调离社保司的司长，伊嘛自称休假来配合调查。另外，社工司姓苏的司长，正正并无具体霸凌的行为，但是有涉及情绪管理爱检讨，洪要求请假。同款是社工司的姓王的检察官涉及霸凌立案调查。健保署姓陈的副署长，并无查到有够证据来证明伊有霸凌，但是有疑似毋是本人批公文，这种不当行为都要持续调查，嘛洪要求请假。保护司姓林的感染视察，因为讲话涉及人身攻击、霸凌的情形严重，洪调离现职。各会姓长的主管因为涉及行为无具体了解。现在目前是6案嘛，那其实最近又陆续又有新增加案子，我们不会允许，也不会纵容，我们一定是零霸凌。卫福部讲，烦恼当然因为霸凌案的调查，会去想到过去真歹的工作经验，可能造成急性的情绪压力，开始实施工课场安心计划心理急救机制。另外，相关定处和调查，按算伫2礼拜内就会有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